頂禮拜，台中有一間國中有學生攻擊老師，去傷到老師的目睭。今仔早起，全教總嘛指出講，特殊教育法中規定講，愛依照學生的需求來提供協助。也毋過實際上，卡手經費甲執行的機制是攏有問題，風險攏愛老師甲共班的學生來承擔。全教總是呼籲教育部應該愛全面來檢討。頂禮拜三，台中一間國中發生學生攻擊老師的案件，造成這個老師可能會失明。台中市教師職業工會指出，因為家長煩惱囡仔互人歧視，所以無帶囡仔去予醫生看，也無予醫療專家鑑定，加做校園安全的空旁。所謂的家長拒絕，指的是拒絕就醫、拒絕鑑定，甚至還拒絕認為說有問題。哦，那這個東西造成了就是說學校行政系統卡在那邊，特教資源的協助沒有辦法進來，因為它不是沒有被鑑定通過，對學生本身也是不好，對他在帶的班級其他同學也不好。全教總開記者會表示，一般的學生甲特教生做伙上課，融合教育的目標是要讓因佇校園生活做伙學習，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。但是，在教育現場，因為制度、經費甲人力不足，予老師愛家己一個人面對學生情緒失去控制的風險。普通的囡仔、特殊的囡仔甲老師，大家應該愛是一個較 OK 的環境來合作。囡仔合作毋是講學老師的責任哦，咱的教育局、教育處也是家長，攏需要共同來思考要安怎合作。全教總也呼籲教育部，袂當把這個事件當作是單一的個案，應該愛全面來檢討，增加教師甲教師助理員補助人力，也愛建立全國統一評估學生行為風險的標準，甲發生代志了後危機應變的計劃，呼籲保障特教生的受教權以外，也愛保障老師的人身安全。記者顧玉琪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